之前分享咗好多啲心理建設同埋創業必備嘅技能，今日我哋分享啲做創業嘅人、始創人需要履職嘅經驗。第一，我哋失敗嘅項目經驗就係最難得、最直接嘅學習方法。但係最值錢嘅經驗唔係話冇經歷過，做咗冇人要，而係你對市場驗證嘅理解永遠停留喺理論嘅層面。咁點樣加速呢一個嘅累積嘅經驗呢？我哋唔係話永遠追求一個項目嘅成功，而係俾自己設定一個快速失敗嘅目標。我哋目標就係3個月之內可以上線一個新嘅產品，可以睇下有邊個位係棘住咗，加入我哋嗰個嘅創業社群啦。大家都可以將自己失敗嘅經驗本身就係一個教材，建立一個失敗嘅模板。因為每一個失敗嘅項目之後都會有啲嘅分析，就係揾咗點解呢個市場唔存在，或者時機唔啱，天時地利人和啊嘛，定係執行上有問題呢？第二就係如果我哋直接面對客戶嘅經驗，你之前做過前台嘅工作，或者之前你做過後勤嘅工作，但喺創業裏邊一定要主動去爭取直接去接觸客戶嘅機會，因為你面對呢一個直接接觸客人嘅機會啦嘅經驗啦，好主動就會請求負責一個客戶點樣去幫你去做到一個成功銷售或者用戶嘅支持嘅崗位，即使可能係做3個月嘅 freelance 去接單啦，但係呢個係最快嘅方法去令到我哋去理解我哋客戶嘅真實需求，真正係為乜去埋單。我哋做呢個泰加奶嘅時候啦，我自己親自去走訪超過100個分銷商啦，我哋揾咗成10000個人嘅反歸啦，我哋都唔假手於其他人。第三，我哋一定要獨立完成個項目，我哋一定要揾有經驗嘅創業人，我哋一齊去做，呢個係一個最大嘅資產。同時係我哋去做產品經理啦，做市場營銷啦，做產品開發，做銷售，做財務，有時候同1個小時裏面扮演所有嘅角色。呢種嘅能力必須喺我哋真實嘅創業項目裏面去磨練。咁點樣先可以累積一啲經驗呢？我成日都覺得我哋唔一定一開始要全職創業，而我哋從副業開始、業餘開始去做我哋呢一個嘅創業項目，去獨立完成一個真實有用戶反應嘅項目。咁我哋做泰加奶啦，我哋自己都有自己嘅孵化器啦，我哋成個小組就可以去演示呢個產品，去訓練我哋嘅 AI 大模型。我哋每一個同事，我哋嘅小伙伴都有能力去站台，呢個就係我哋產品出到市場上一個最好嘅場景。所以為開源項目去貢獻我哋一整套嘅功能，我哋為我哋嘅 AI， 我哋從設計到實現到文檔嘅應用，全部都係我哋一手一腳去自己建立出嚟。咁所以我哋都要去特定去走入去個社群入邊，我哋去了解真實用戶嘅需要。第四就係永遠最容易成功嘅方向，就係我哋做始創人要垂直嘅領域，有深度嘅積累。我哋比任何人都會更加清楚邊個行業嘅痛點，同埋點樣將呢個經驗去轉化成為一個價值。做行業嘅知識地圖啦，你將你自己嘅累積嘅經驗個 know how 啊，佢有系統咁樣做出嚟，呢個本身就係一個競爭壁壘。喺成個行業，包括我哋食品嘅產業啦、AI 嘅產業啦，做好個 network 個人脈圈，會幫我哋去揾到好多新嘅機會，會有好多新嘅用戶。我哋定期都會有一啲嘅交流會，定期將我哋嘅一啲嘅想法同我哋嘅早期嘅客戶、早期願意俾錢去埋單嘅客戶去輸出喺成個行業裏邊，去做好個行業洞察，去做好個轉發去引用，呢個先係真正認知嘅優勢。所以俾一個好簡單嘅一個優勢，先後次序，包括點樣應用 AI 啦，第二點樣同我哋嘅用戶有個深度嘅連結啦，第三就係點樣將我哋嘅內容去做輸出，去整理成為一個知識嘅優勢。第四，永遠就要復盤，同我哋嘅內部嘅人，同我哋外部嘅人去連結，去知道我哋項目嘅失敗點。累積一啲經驗就係我哋下次去做一個建立好一個項目嘅一個最重要嘅起點。永遠就係喺度出發，走出自己嘅框框，走出自己嘅頭腦思緒，走入個市場。呢啲技能可以學，經驗可以主動去累積，真正嘅差距就係願唔願意喺你未準備好嘅時候開始去行動，持續去分享呢一個嘅商業知識，繼續支持我哋呢一個泰加奶，支持我哋呢一個社群，我哋會分享更加多創業靈感。